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?今集呢，我哋帶大家嚟到呢個叫做 Carlo Track。首先講下呢個地方啦，呢一個地方呢係一個公共交通工具呢可以嚟到嘅地方嘅，位於呢悉尼市中心，大概40分鐘嘅車程。Carlo Pool 呢其實呢係屬於皇家國家公園嘅其中一部分，只不過呢係入口嗰度呢就係唔係屬於國家公園啦。由於咧交通好方便啦，所以咧都有好多人咧嚟呢度觀賞嘅喎。入口咧就喺位於咧 train station 隔5分鐘嘅地方，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咧唔會揸車嚟，反而咧選擇咧搭公共交通工具。由於咧之前嗰日落過雨，所以地下咧就比較濕滑啦，仲會有啲泥漿地添。俾少少行山嘅 tips 大家啦，通常咧我哋會喺出發之前一日咧，首先 check 下天氣啦，然後咧 check 下咧嗰度嘅地勢環境，再計劃一下咧要幾點出發啦，帶啲咩裝備啦，同埋咧適唔適合咧小朋友咧一齊去啦。由於咧佢嘅入口咧係唔屬於咧皇家國家公園嘅，所以咧都有部分嘅居民咧喺度居住。呢一個地方咧就係一個小小嘅後花園，經過嘅時候仲以為有人結婚添。繼續同大家分享下行山嘅小貼士啦。頭先講到咧要睇天氣，其實一般咧澳洲咧一年四季咧都適合行山嘅，只不過咧係 based on季節咧去揀唔同嘅行山徑。好似新南威爾斯州嘅行山徑咧，一般咧都分為幾種，好似有 bushwalking 啦、coastal walk 啦，同埋 waterfall walk。一般咧只有春天同夏天咧先會去 coastal walk 嘅，因為咧天氣比較凍，近海邊咧可能會比較大風。至於 waterfall walk 咧，盡量建議大家咧係天氣晴朗嘅時候先去，因為咧如果落住雨咧 waterfall walk 咧都會比較濕滑，而且有一定嘅危險性。bushwalking 咧就一年四季都咁啱去啦。行山有咩 equipment 要帶呢？其實咧都好緊要。首先大家咧可以上網 search 下你自己想行邊條行山徑啦。如果咧佢係屬於國家公園裏邊咧，咁就可以喺國家公園嘅網址咧可以睇到喺邊度 parking 啦。呢條咧行山徑咧大概有幾長啦，或者嗰個咧難度有幾高。而且咧，仲可以咧睇到相關嘅 update， 譬如話俾你聽邊一條行山徑嘅一段路咧係封咗嘅，因為有時候咧會有石跌落嚟，或者咧會有啲維修嘅工程進行中。睇下個地形咧，先咧決定咧要帶咩 equipment。好似今次咧，我哋就帶咗行山杖啦。有部分嘅地方好似 coastal walk 咁咧，其實就唔建議大家帶行山杖。一般嘅 coastal walk 咧，如果鋪咗嗰啲板咧，會有一個窿一個窿咧喺嗰度。如果搭行山杖嘅時候咧，咁咧就會棘住，唔係咁好行啦。Carlo Pool 咧係屬於咧 5 grade 嘅行山徑，所以咧我哋今次咧都帶備咗行山杖，因為沿路咧有好多嘅石級，同埋咧再加上咧有啲濕滑嘅路，所以咧你用行山杖咧就會更加安全啦。除咗行山杖，另外一樣咧好重要嘅 equipment 咧就係食物同埋水啦。究竟要帶幾多水先至咧合適呢？亦都係帶幾多食物先至合適呢？
通常呢，我哋就會睇下呢條行山徑係要行幾耐噶啦。通常呢，如果呢我哋要行3個小時或以上呢，都會呢帶2包2 litre 嘅水，應該呢都差唔多夠飲嘅。好似今次咁，我哋6點鐘起身出發，去到呢停車場呢，大概呢係6點45分。咁我哋呢先喺停車場度呢食少少早餐，跟住呢先再出發。預備咗一啲三文治啦，一啲粟米啦，同埋一啲雞蛋，呢啲呢都係補充能量嘅好食物。同時呢，可以建議大家呢帶少少糖果或者少少甜嘅嘢，因為適當嘅糖分呢可以呢快速咁呢增加力量。有備無患，當然呢帶多好過帶少啦，因為你唔知道呢總共要行幾耐。如果行起上嚟好肚餓、好攰嘅話呢，就冇能力回程噶啦。Jeremy 呢從3歲幾呢就開始行山，一直行到而家8歲，所以呢好多呢行山嘅技巧呢，佢自己都掌握到嘅喎。咁當然啦，做父母嘅一定呢要喺在旁呢去觀察住嗰個地理環境。一般呢安全嘅情況下呢，我哋都鼓勵 Jeremy 呢自己去行嘅。如果呢好近山邊啊，好近岸邊，咁當然一定要拖到實啦。有時呢，如果啲石級好高呢，通常呢 Jeremy 都會坐低慢慢跣落去。佢叫呢啲叫做 bottom solution 喎。喺澳洲呢，其實呢真係大自然嘅天堂。因為好多呢已經修葺好嘅道路或者行山路徑呢，可以俾大家選擇。一般嘅行山路徑呢都好安全嘅，較為危險嘅地方呢，通常呢會有欄杆啦，或者呢會有啲扶手俾你可以握住啦，等你呢冇咁容易跌。頭先呢同大家分享過呢條 Carlo Track 咧係屬於5級難度嘅，其實5級咧已經好高噶啦，因為咧當中咧有好多嘅石路，亦都咧有一部分咧係需要有少少攀爬嘅。其實行山咧，除咗鍛煉體魄之外咧，亦都係一個咧好好去訓練肢體嘅活動。手腳咧要點樣配合咧？再加上咧你嘅雙眼咧要不停咧觀望咧四圍嘅環境，手腳咧要互相配合。有時 Jeremy 都話要用 bottom solution 啦。行山呢，除咗可以令人心曠神怡、鍛煉體魄之外呢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親子活動時間。其實咧行山咧都有一定嘅技巧。如果咧你想知道個石頭穩唔穩陣咧，可以行落去咧，其實咧你可以用個行山杖去篤一篤佢。如果佢咧喐下喐下，咁就其實佢唔係好穩啦。如果調翻轉咧，佢咧篤下篤下嘅時候咧係好穩陣，咁即係話你可以好放心咧，咁咧當佢係一個踏腳石啦。沿路咧有啲樹枝跌咗落嚟，所以咧我哋咧都要爬過去，先可以繼續之後嘅行程。好似呢啲小攀爬咧，其實都難到 Jeremy， 不過當然啦，爸爸咧就要確保佢安全，幫一幫佢啦。
平時咧大家忙工作啦，忙返學啦，可能咧每一日都好繁忙，但係咧一齊行山嘅時候咧，就變咗咧有更加多嘅溝通嘅機會啦。行山嘅時候咧 Jeremy 咧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學校發生嘅事啊，同學之間咧嘅趣聞啊咁樣啦。Jeremy 咧同我哋分享話咧，佢第時咧升上去 secondary school 嘅時候咧，好想去做 cadet 喎。咁我哋就同佢講啦，cadet 好辛苦嘅喎，要行山啊，要攀山涉水。佢就話啦，我知啊，我知道好辛苦噶，因為咧要咧一大班人咧去荒山野嶺嗰度咧執樹枝啦、起火啦，或者咧要自己咧搭營啊、瞓覺啊咁樣。咁咧，但係佢都話啦，呢啲嘢我哋都試過啦，所以對於佢嚟講咧，都係有經驗之談。相對起咧，日日坐喺個 classroom 裏邊咧，其實咧 Jeremy 學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experience 俾佢哋去參加嘅喎。等佢哋咧，除咗學習書本上嘅知識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去咧經歷一下咩叫 resilience 啦，仲有解決問題嘅方法啦，同埋咧好多咧唔同咧喺生活上嘅 self-help skill。呢啲學到嘅技能咧，喺書本上咧係吸收唔到㗎，亦都會一生受用。之前咧同小柏咧去露營，見到咧好多小朋友咧都幫爹哋媽咪咧去起營啊，去執嘢啊，去點樣安排咧嗰個營地。呢啲咧就係叫從小學起啦。爹哋媽咪咧就 set 咗個好嘅 model， 咁咧小朋友咧就可以跟住一齊去學習，一齊去做啦。行山都係一樣，從小開始訓練體魄咧，或者行山嘅習慣咧，其實對小朋友咧都好有幫助，因為咧佢習慣咧與大自然接觸啦，亦都咧可以經歷唔同嘅路段。每一次行山咧，我哋咧都會見到咧一大班年青人3、5成群咧咁樣去行山，所以咧第時大個咧 Jeremy 咧都一定有能力同佢啲 friend 咧去 enjoy 大自然嘅美貌啦。講咗咁耐，其實咧我哋大概咧行咗一半嘅路程啫，行到熱熱地，真係急不及待咧，可以快啲去個鋪度可以玩水同浸水。經過埋呢啲咁嘅窄石路呢，咁就差唔多到㗎喇。下集呢，再同大家分享剩餘嘅路程。Jeremy 話佢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沿路去見到啲乜，同埋有咩行山嘅心得喎。下集見咯！